来乡亲啊，这个50岁去互叫阿嬷，实在是真袂爽。台中市有员警咧处理车祸的时阵，甲这个50外岁小姐人啊讲：阿嬷啊，你有要紧无？你还好吗？袂得，这个小姐人啊，真无欢喜哦，甲应讲我真怕真死行咧，哪会叫我阿嬷？啊，就民众打电话去1999来投诉咯。台中市交通大队马上就发公文，规定员警打来只会当用同学、小姐、女士、先生这4种的称呼来称呼民众。警察处理报案，平常时啊需要处理车祸大细项业务，不过选因为安尼讲叫，互民众无欢喜。一个警察处理车祸，甲一个超50外岁妇人人讲：阿嬷，你有要紧无？妇人人随来应讲：我穿啊遮尔歹，你哪会叫我阿嬷？有民众听着这段对话，随卡去1999投诉。50岁的话，应该也没有到阿嬷等级啦，应该不太开心吧？因为就觉得自己不是阿嬷。大多数的少年女性认为，甲50外岁女性叫阿嬷，真正有影无礼貌。啊，若实际来问，靠年岁女性有什么想法？要不要50岁，连60岁人家被阿嬷都不爽了，也没有什么好生气的，好命啊！就表示我有孙子，我很高兴啊。大家看法无同，不过警察为了漂变证据，发公文要警察，若你讲叫时阵要较注意的。建议我们的同仁，如果说看到明显他是学生的，尽量称呼他为同学；如果是女性，而看起来比较年轻的，我们建议他为尊称他为小姐；如果说他比较资深的，我们建议尊称为女士。后摆警察敢会当用同学、小姐、女士、先生4种称呼来叫民众，不过查某囡仔红叫女士，敢袂当接受。OK 啊，女士应该会比较我希望都叫年轻一点。依照世界卫生组织对老年人的定义是60岁以上，西方国家是认为65岁才是分界点。啊，根据年代会数，西方国家45岁到64岁是初老期，65岁到89岁是老年期，90岁以上是老寿期。啊，台湾是45岁到59岁是初老期，60到79岁是老年期，80岁以上才有到长岁寿。所以若拄到50外岁女性，莫阁甲人叫阿嬷，啊无人会无欢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